好，来继续进段消息，来看立法院国民党团拍算要来修法，要让中国配偶的参政权未受到国籍法的规范。内政部长刘世芳讲，那特别针对中国配偶来修法，这真奇怪，这是非常特权的条款。另外有风声讲，立法院将会提出到放弃外国籍的设计师来帮忙解套。刘世芳嘛讲，这国籍法无这个规定。你能够接受移工、接受外劳，为什么就不能接受我们陆配呢？花莲核电船长郑万华进行由于商定国籍问题，和内政部改进，执委会嘛为地方小队中央去，尤其是明年2月有中配身份的民众党李正秀有机会报伊入去立法院。经过了解，立法院将提出敢有商定国籍、放弃外国籍的设计师来解套。李正秀嘛表示讲，时到伊会签。在我们现在国籍法的规定里面放弃中华民国以外的外国国籍，并没有切结或者拒绝这样子的一个办法。内政部的态度大正硬，只是外国人要做咱国的公职，依照国籍法的规定，都要放弃外国籍。因不两方互相无承认主权，实质上难以实现。国民党团主张修法，明定中配参政权无受国籍法的规范。如果你特别对于中国的这个外配或者中国的中配的话呢，其实这很奇怪，这是一个非常特权的条款。国籍法不是帮谁开特权呐，把这个东西明确化，是基于保障他们既有的参政权，而不是帮特权开后门。国民党拍算为国籍法下手，民众党团是要研究修正两岸人民关系条例，不过两岸问题会去卡到条约的敏感神经，若要修法时到恐惊会阁相当。Hello， 我是陈雅玲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